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部秉承耶穌基督嘅訓示，一直承諾效法基督愛眷，實踐全人關懷嘅宗旨。我哋有見部分長者喺星期日未有熱飯服務供應，所以推行姑長開飯啦計劃。我哋會聚集一班社區義工喺星期日中午，為有需要嘅長者送上一份熱飯，一份關心。每個星期日，社企良善廚房會為我哋預備好熱飯，然後送到每一個服務點，再由我哋嘅義工貼上提示紙，顯示當日日期同埋當日食咩餸，然後就入落保暖袋，確保飯盒溫暖。搞掂之後就可以出發啦。話咁快，義工就嚟到第一棟樓啦。除咗送上熱飯之外，一班義工更加會關心長者近日嘅狀況，睇下佢哋有咩需要。完成後，義工會同社工交代返派飯嘅情況，同埋每位長者近日嘅狀況。現時計劃推行嘅地區分別有屯門、深水埗、黃大仙、安達同埋藍田。直至現時為止，姑長開飯啦計劃每週服務170位長者，至今超過2萬人次，義工人次更加超過2000人。一份熱飯，一份關心，就能夠為社區上嘅長者帶嚟一份溫暖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繼續將呢份溫暖傳遞出去。歡迎成為我哋嘅義工，用行動送上關愛。你亦可以捐款支持我哋，資助更多嘅熱飯服務。